平安。金月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邀请你来我们建成教会来一起2堂礼拜。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后面跟前面的弟兄姐妹还不熟，我们每个人找3位好不好？3位朋友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大家的活力很多，我们把这个精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叫我抬起头的神》。让我看到你们的手。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手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感谢主，感谢神，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在这里一同敬拜。让我们邀请第一段由左边的弟兄先唱，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我们请右边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耶稣。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让我们一同用掌声来献给我们神。一同静下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敞开，来到神你的面前。也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唱这首《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
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们可以一同将我们的手扬起，我们一同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用心来和你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我听见你的声音，主耶稣的爱，主你找到了我们，用心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你是我们全然的信靠，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主啊，求你扬起，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主啊，主啊，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卸下我们所有的忧虑、所有的重担，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求你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你必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礼拜中有你奇妙的恩典跟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案例，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好，现在我们准备奉献，请服侍的同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再一次感谢主，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祈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我们在追求主你的名之前，我们都要为着你的国和你的义，帮助我们，不管得时或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因为主，你什么时候要来，我们都不知道。在这之前，我们要有警醒的心，时常看到世间人的需要。求主随时带领我们的脚步，行在你的指引当中，依靠你的十字架的大能，抵挡一切黑暗的权势，让你的名在世界发光。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教会消息，今天我们欢迎泰雅尔中会的金月教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们刚刚已经做完第一堂，然后现在要做第二堂，体力很好。那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们。然后待会二堂结束，我们会一起吃爱餐，然后吃完爱餐后会跟我们的篮球队来进行友谊赛。那为他们建堂的修缮的工程顺利，我们继续关心和代祷。第二项，教会的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那奖学金的发放办法，我们有做一些调整，详情请大家看公布栏。第四项，我们各团契的会长，请在3月19前提交第二季的团契活动和服事排班给干事会诊。第五项，上主日圣餐的现金12820元，我们是作为台北中会金城教会青少年事工的支持。好，团契消息、奉献明细，我们自己来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51节。我来读：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上帝的话读到这，接下来赞美，我们请金月教会，他们要唱2首诗歌，第一首是最美的一生，第二首是泰雅尔诗歌。
好，那我们第2首要唱我们泰雅语的诗歌。那在这边就请长老他大概解释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平安。待会我们所献的就是它歌名叫帮助我。其实这首诗歌呢，其实常常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无力疲乏的时候，我们就祈求上帝，他能够来带领着我们。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也常常就因为自己在未来的路上，真的是不知道去向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依靠他，祈求上帝能够帮助着我们每一个众弟兄姐妹们。Musaku melawaya stama lalu Yesus mau isaku mau ya inglunganmu ragisaku usahaku melawaya stama lalu Yesus mau isaku mau ya inglunganmu ragisaku biakiku su bikiku kepajing kesu biakiku inghangan su gemalu kenahanmu.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也很感恩建成教会的一节哥一节牧师跟志梅牧师，还有每一个长老执事众弟兄姐妹，那愿意接纳我们金约教会前来募款还有请安。那记得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曾经跟建成教会有2次的篮球比赛。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我是在1年级，我还在读神学院1年级的时候，我去过深坑教会。那时候一节哥跟志梅牧师还在那边牧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认识牧师夫妇。那接着跟毕业的学长，因为那个时候一节哥他是已经毕业了嘛，那跟他们在打球的时候，一节哥他特别的关心他的学弟，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跟一节哥有比较深的认识。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建成教会有这样的机会，互相的学习，然后关怀还有帮助。所以我代表金约教会所有的长执跟弟兄姐妹，对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谢谢你们，谢谢。那过去建成教会，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刚刚说过，我们有2次的篮球的交谊赛。那我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了团结跟合一。为什么是团结？因为这2次的比赛我们从来没有赢过哦，因为你们太团结了。我们神学院的学生真的是只会读书，好像不会运动一样，然后就惨败都是惨败。所以今天我就带了我的教会的一些高手来这边跟你们切磋一下。那希望待会就是以球会友我们就是点到为止点到，不要再电我们了我已经输2次了至少让我赢1次吧，这样。所以几年过去，那今天又接待我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请安。在你们身上，我看到耶稣基督的爱，还有荣耀。愿上帝赐福在建成教会。那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会报告一下我们教会目前的现况，跟我们要修建教堂的动机，跟我们教会的意向。那我想，基督教的节日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像是圣诞节，或者是受难周，还有复活节，或者是母亲节、父亲节，我们都可以推算说大概在什么时候。像圣诞节是在12月几号？25嘛，25对。那母亲节是在5月的第2个礼拜。那请问一下，你们知道你们牧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吗？2月，有人说1月、2月，牧师2个不一样嘛所以好，感谢主，你们都知道有关心你们的牧师，还是牧师的孩子讲的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牧师的生日像我们的长老，他就记得我的生日，就跟他差2天而已，所以他都会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他有时候会带一些吃的，然后他的蛋糕或者是他女儿做的一些甜点，都会来送给我，感谢神。那你们知道这些节日，不管是我们的生日，或者是说圣诞节，刚刚讲到的复活节、母亲节、感恩节，这些教会我们会举办的节日，都是让我们非常忙碌的时刻。那因为这些时刻，我们都可以推算出它的日子、它的地点跟时间是准确的时间是在几月几号，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也都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会事先预备，而且我们会谨慎的看待。在这个还没来以前，我们就会赶快的来预备这些事情。那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你们知道吗？是在圣诞节吗？还是在复活节？还是耶稣明天就来了呢？我想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是常常讲到关于末后的日子、末日的地方。所以不论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在这边举了一些的比喻。不管耶稣说的是什么，是世界末日他会再来，还是那个日子，都是我们关心的。我们总是关心这些。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听见耶稣他预言说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他们就马上就表达他们的心情，就
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24章的第3节，当耶稣讲话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这样告诉他。所以，耶稣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这2000多年来，也免不了有各样的预言跟猜测。照我所知道的，过去就好像曾经预言有世界末日嘛，像2012年，好像还有几年在更早之前19多9年的时候，都有人预言过世界末日。像那个现在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印度神童嘛，有一个神童他很会预言，所以他们都预言过，好像都会有世界末日，可是最后都落空了，因为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就算我们不去猜测，我们不预言，人对什么时候、何时会来，我们有自己的主观，我们也会因为这一个何时会来，被这个时间影响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这个奴仆，这个仆人，他在想的，他说：“我的主人必定来得迟，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或许他知道他主人有习惯，惯性迟到，或者是他知道他主人的行程今天就是会比较慢一点回来，他知道他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心中就有一个侥幸的想法。那这个人就怎么样？他就动手去打他的同伴，欺负他的同伴，不做正经的事情。这看起来很合理，因为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坏人、坏奴隶，所以主人他如果比较晚回来，其实这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坏事，因为主人来的迟，让这个坏人有时间可以去做坏的事情，他不是主人的错，不是主人慢回来，这个人就有资格去做坏事吧，对不对？而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坏人、恶人，所以主人，假如说我们换一个思考，主人如果今天比较慢回来，这个仆人的想法是不是也可以是，我还可以有时间更努力？主人还没回来的时候，我还可以有时间改进。所以说，如果主人必定来得迟，不一定是人作恶的原因，那么这样，我的主人的确很快要回来了，那这个也不一定是让人善良的原因。因为如果说这个仆人他有这个想法，说我要趁机在主人还没回来以前，我要享受主人没看到，我要好好的休息享受的想法，那主人如果很快回来，对这样的想法的人来讲，就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他怎么样？主人如果很快回来，可能让这个奴隶他会随便做，时间快到了，我刚刚偷懒，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我随便做，有做就好。因为主人回来的快，事情还没做完的话，他会被主人责罚。有一个老牧师，他回想过去，他说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他的老师问学生说：“如果你们知道主耶稣很快回来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呢？”其中有一个学生说：“我会赶快去传福音。”那一个老师就说：“他不会马上去传福音，他会先装备自己，让自己可以更有效率、更忠心的去传。”那如果是你们呢？是在座的弟兄姐妹的话，如果你们知道今天耶稣很快就会来的话，你们会做什么？你们会马上就去传福音呢，还是会先装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效率、更忠心的仆人呢？所以我想，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该做什么，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容易、这么简单。也许和什么时候来比，我是谁，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耶稣的比喻，他没有解释说，那个他讲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究竟是他觉得主人会快回来的那一个，还是主人会比较晚回来的那一个？耶稣没有去解释这个人他的想法。耶稣所说的这个
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的忠心是在哪里？是在于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仆人的身份，而且他按部就班、谨慎的管理，照时分食物给他的同工。所以他所做的不会因为他的主人很快回来，或者是主人没有回来就受到影响，因为这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他也没有资格，也没有办法去干涉、去考虑这些事情，因为他知道他不过是一个仆人，他没有办法去影响主人什么时候要回来。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另外一个坏的仆人，不是因为他以为主人比较慢到他就做坏，而是因为他忘记自己的身份跟责任，他忘记自己也是奴仆人，所以比起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坏的仆人就动手打他的同伴。他没有按部就班的来，他忘记他自己的身份，他忘记他自己也是一个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是谁这个问题，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不管是别人问你，或者是你自己有这样的反省。我想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认真想过，在信仰上面，或者在生活当中，我是谁？这样的想法。我在台神的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真正的认识人；也只有真正认识人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我再说一次哦，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能真正的认识人；也只有真正认识人的人，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有点绕口令哦。解释一下，大概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从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来熟悉，就是去认识他创造的人。同样的，我们从人的身上、人的形象，可以去发现上帝在我们身上他的形象是什么？因为人是按着谁的形象造的？上帝。所以我们从人的身上一样，可以去更加的认识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耶稣要来的时候，或者是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到底要来，没有人知道。所以什么时候来跟我是谁来比的话，我们可能要先面对的问题是我是谁。因为在我们真正去思考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是一丝的进步，可以去有一个意愿、愿意的心，去更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来，是马太福音里面这段经文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但是不管是在马太福音或者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为这个问题他说出一个正确又清楚的答案。为什么？我想是因为不想要让时间跟日子来主宰我们的生命。现代人注重，甚至我们非常的迷信时机这个事情，好像时机对了，时机可以决定一切，时机要决定说我们现在做我们现在有的人迷信说，我一定要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去买乐透，然后一定要几号就会中。有的是迷信，那有的时候迷信说时间到了，这个时候要适合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好像我们的生命都被时机来决定，好像时机就塑造我们的生活。没错，时间跟时机的确是很重要的，因为时机对了，我们抓住对的时间，这个时机往往可以决定很多重大的事情。但是在真实的生命里面，时机它是很重要，没错，可是它却不是主宰我们的生命。就像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的一样，没有答案，没有人知道那个时机，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弟兄姐妹们，
耶稣他不要我们知道，耶稣不让我们知道正确的时间，为什么？是因为他不想要让这些日子跟时间来限制我们，成为我们的限制，免得我们就像了，就会变成像恶仆人一样。因为这个恶仆人他知道主人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他知道那个时间，所以他就可以怎么样？偷懒，他可以做坏事，可以不务正业，可以打他的同伴。他甚至忘记了他自己是仆人的身份，甚至他忘记了什么时候主会回来，是谁决定的？到底是谁决定这个日子？是仆人可以去干涉主人说啊，主人啊，你快回来，或者主人你今天不要回来吗？还是主人他有自己的时间？在角色上，我们必须要知道我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们，前面刚刚我就问过我们嘛，问过你们，我们都知道很多过年过节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圣诞节的时间、母亲节的时间，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生日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一清二楚。所以，当我们知道正确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规划，我们可以有计划，我们甚至有安排，我们可以预备心，这样是好的，有预备是好的。但是，假如我们知道这些日子离我们还很远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提早准备呢？例如说，我们知道圣诞节是在12月，那我们会不会在1月就准备？应该不会吧，因为才刚过嘛，才刚过1个月，你马上就准备，应该不会。那是因为我们觉得还早。那同样的，假如说我们知道耶稣没那么早来，假如我们知道耶稣还不会来，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每天都谨慎、警醒的过生活呢？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按部就班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呢？假如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日子，所以假如我们知道耶稣他还不会来，我们很确信说啊，我知道耶稣不会来，我们还会努力的想要去改变自己坏的习惯吗？假如我们今天知道耶稣来的时间还有40年，你会不会在前39年都在玩？反正说啊，我知道耶稣40年后才会来，那我先玩一玩，我留最后1年，我传福音，我再悔改，我再装备自己就好。所以，假如我们知道耶稣没有那么快来的话，我们今天还会不会坐在这里？还是我们会心里想着说，反正主耶稣还不会来嘛，我先去工作，我先去陪我的朋友，我先玩一下手游，我先去逛街让自己快乐一下。相反的，假如说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假如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我们还敢不敢每个礼拜聚会都迟到，甚至说不来，或者是说没有预备心的就服侍？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要来的话，我们还敢不敢这样子？或者是说，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耶稣他不让我们知道那个日子，所以他说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才会谨慎嘛，因为就怕他突然就来了，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我们才有谨慎的可能，我们才会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才不会像我们知道日子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想，反正还久，反正还有时间，我们再拖一下，再睡一下，再迟到一下。这个礼拜的家庭礼拜我们不去没关系。这个礼拜的祷告会我们不参加看电影新上映的电影我们去看一下比较重要。这次的主日礼拜我们先跟上帝请假一下，我先去做那个赚更多钱的工作更重要，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们？我想不是的，不是这样。因为既然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去学习，去装备自己，去操练我们的信仰跟信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日子会来，但是我们还是想问，主什么时候才来？
到底耶稣什么时候才来？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大概什么时候会来？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有的举手一下。好像只有我。啊，我们来翻开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好，有翻开的话，好，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版本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这边来念，那你们就听这样。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主耶稣已经来了，因为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互相帮助，当我们彼此相爱，遵守他的诫命，在每一个我们生活中的服事、委身、牺牲，都是那个日子，都是那个时候。耶稣早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小事，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耶稣说：“你就是坐在我身上。”耶稣说：“你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感谢主，感谢建成教会的牧师跟同工们，还有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接待金月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你们当中。我想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我想主耶稣已经来了，就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在你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遵行上帝心意的人身上。最后，给我一点时间，来报告一下我们教会的修缮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好，看得到啊。那好，敬拜团可以先慢慢预备哦，在这边一点。这样会挡住你们吗？不会哦，因为我没有像牧师那么高嘛。好，这个，好，下一页。好，那我们教会目前的现况是一位传道人，然后我们有5位长老跟6位执事。那我们平均的聚会人数是40人。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很讶异哦，我们小小的教会怎么那么多长老跟执事哦？那因为我们大家都太热忱了，每个人都想起来服侍，那我们就一起起来同工这样。那我们教会的聚会状况是，我们目前有主日学、青少年、妇女会跟诗班。那在今年我们有成立新的小组，那我们从今年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这是我们的一些过去的这几年的一些服事的照片。这是我们主日学团契是小班他们在教会聚会。那这个聚会的场地就是现在的牧师馆的交谊厅。那在那个地方是很多团契共用的地方。在下一页。然后我们也有国小班。那看到最旁边那张左边那张图是教会的外面里面就是教会，我们的外面就是一个空地这样。好，再下一页。然后这是我们的青年团契，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内部就是我们教会目前的摆设就是这个样子。好，再下一页。那妇女团契，好，你看它这个背景就是在刚刚我说的那个主日学他们聚会的这个地方，那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每个团契他们的时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互相影响的可能，所以在聚会上面都会聚会的教室不够，那这也是我们要加盖教会的一个原因之一。
然后再下一页，然后这是我们教会的诗班团契，那这是我们圣诞节所献唱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好，谢谢，下一页。那这是我们周间平常我们家庭礼拜，那我们的青年，然后妇女，然后老人跟孩子，然后我们都会一起参与。好，那我报告一下我们教会的今年的意向跟目标，就是重建内在的生命，活出外显见证。那因为我们教会其实它是群聚型的部落，那我们的户家几乎都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悉，那都关系都不错。所以有的时候在过去是天主教来宣教的时候，把一部分的基督教的信徒给带走，所以一部分的信徒他会认为说啊，他们信了天主教以后就没有办法回到基督教，所以我们有很多信徒是在这个当中就流失的。然后也一部分是因为父母或者是老人家过世以后，孩子他没有办法持续在这个信仰里面，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寻回这些在我们部落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那我们会举办福音活动，然后我们要分组，然后去探访、去祷告，然后帮助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很想回来，但是没有一个契机，甚至说可能是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主动踏出这一步。那第二个部分是长老执事的训练。长老执事的生命，其实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当部落的人看到长老执事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愿意跟着长老执事的脚步一起到教会里面。所以当长老执事的形象不好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会看说啊，长老执事这样子，那我们就不要去教会这样。所以长老执事的培训是非常重要。那这个也是今年我们要开始实施，就是在长职的训练。那第三个是祷告会，那期盼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参与祷告的事工，因为我们要做各样的事工，如果背后没有祷告的支撑的话，是没有办法做起来的。所以每做一个事工，其实背后都一定要有祷告的动力。所以不管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从孩子到妇女，我们都要一起为教会的事工，我们要不断的摆上我们的祷告。好，下一页。那这是我们建堂奉公的一些照片。那我们教会本来2楼平台是没有围墙的，那因为担心很多小孩子，部落的小孩嘛，就是比较活泼，他会跑到教会2楼，就在那个空地跑来跑去，怕他们掉下去，所以我们就自己盖了一个围墙这样。那这个弟兄，你看他盖教会，他奉公有没有笑得非常的快乐？因为他做主的工，所以他非常的开心。好，下一页。再按下一页。好，我们有就是对建堂的，我们有做一些的奉公。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去挖这个姜黄，然后把它磨成粉，就是刚刚在下面我们有拿出来，就是送给你们的这个农产品。那这是我们的孩子青年他们一起，还有我们的妇女跟长老，我们一起去挖，然后有人奉献的姜黄，这样。再下一页。这是当时的一些照片，在下一页，这个主日学的现在都青少年了，这是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妇女，大家都非常的喜乐。然后挖完姜黄以后，我们就要分装嘛，把它磨成粉，然后装成罐，这样，然后也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有一部分也是收集资源回收，然后把它集中在一个长老的公寮里面。那他会拿去卖，然后卖了以后就奉献到教会的建堂的经费。那我们就会请青少年或者是孩子他们去帮忙做这样的事情。好，这是我刚刚提到的2楼。好，停在这一页哈。2楼的围墙，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错误示范？有没有？本来有没有？这样我按错了。这个有没有这个人？他坐在2楼的，你们以为这是1楼，他是2楼哦。他在这边哦，他在这边。那他已经悔改了他不敢做了，因为也有围墙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盖了这个围墙。好，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自己我们有很多的板模的师傅，还有建筑的师傅，他们就自己手动，然后自己钉板模，自己灌水泥，然后自己做这样。
然后木工的，这是裁切，也是由我们的弟兄姐妹跟长老他们自己来做这样。然后这个部分，你看我们的2楼，因为那个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在搭板模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的。那因为他们是老师傅了，所以他们有这个勇气。如果是我，我就不敢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有惧高症嘛。他在那个地方，其实我每次很怕他掉下去，但是他说不会不会啊。他今天也有来哦，他非常的认真，然后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建造教会。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教会2楼的现况。围墙盖好以后，它还是会积水，有没有？那个积水就是现在教会内部装潢会漏水的原因，就是上面积水以后会渗到下面的装潢，所以牧师馆跟教会主堂的装潢都会漏水。像最近我们那边已经连续下2个礼拜的雨，没有停了，所以教会里面已经全部都漏水了。像我住的地方，我的衣柜，就是之前没有发现漏水的时候，它已经在那个地方淋雨淋很久，所以坏掉了。然后我的那个衣服啊，因为布不够嘛，我就拿我旧的衣服下去当抹布，所以我也没有衣服了啊，我就剩下这一件黑色的啊。我本来要穿白色的，拿去当抹布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要赶快盖起来屋顶的一个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状况已经维持了好几年了。好，这就是我们自己盖围墙的后来的样子。好，盖好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看积水还在，啊，从盖的时候就积水，盖好的时候还在积水。然后绿色这个部分是我们有涂的防水漆，那没有什么功用，因为它还是会漏水。好，这是刚刚我讲到的，我们的外观是由信徒跟我们一起合力完工的。那因为占地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团契教室跟会议室还有牧师馆的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的重叠。那我们2楼有涂刚刚那个说的那个绿色的那个防水漆，可是如果雨太大积水的时候，它还是会漏水，还是会严重的影响我们教会内部的装潢。那我们未来的设计规划是这样：我们1楼要有一个办公室跟卫浴的设施，还有教会的厨房，还有一个多功能教室，就是现在的主堂的空间。那2楼我们会把主堂搬到2楼，然后还有招待所跟会议室。那我们的目的是因为教会内部的漏水以外，那还有团契空间的使用不足。那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未来想要做一个计划，就是关怀社区的儿童或者是年长者的一个关怀事工。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安全方便的空间，因为我们部落的孩子他们通常比较多都是隔代教养，不然就是爸爸妈妈去工作，由爷爷奶奶来照顾。那他们放学以后呢，因为有的时候爷爷奶奶还在田里工作嘛，爸爸妈妈可能在台北在哪里去打拼，那他们的孩子就怎么样？放学以后就没有人顾，他们也不会回家，就背着书包就跑了就去玩了。那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或者是说他们有没有吃饭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期盼说之后有这样的事工，是教会可以成为这些儿童或者是年长者他们一个聚会的地方。那在孩子放学的时候可以到教会里面，那我们就教他写作业，然后写完以后我们的妇女可以帮忙煮一点点心，那喂饱他们，然后到他们的父母下班，他们就可以回家，平安的回家这样。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刚刚讲的那个2楼的招待所，因为金月教会附近有一个景点就是瀑布，还有很多就是原住民的生态的古道，那适合很适合教会的退休会，或者是说我们去举办2日2天1夜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招待所，我们可以接待教会的同工，那来到我们金月的时候不用怕没有地方睡，那我们就会接待你们，然后可以带你们去导览，带你们去玩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有一个规划一个流程这样。那如果建成教会以后要来的话我们是不会跟你们那个啦我们会招待你们就像你们招待我们一样。那接下来我就报告一下我们的建堂的经费。那这张图是第一次设计师来跟我们谈的时候，他临时手画的。那
因为我们的设计师他可能刚好遇到连假，他忙不过来，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画好的透视图传给我，所以今天就可能没有办法让你们看到透视图，就是教会未来的完整的照片。那如果之后他给我的时候，我会传给一节哥、一节牧师，那可以请他再帮助我，然后就给弟兄姐妹看一下参考这样。那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经费不足，所以我们是期盼它分2次的施工，或者是2次以上。那第一期的施工是只有2楼的屋顶跟外壳的铁皮还有钢筋。那这样子光材料费跟施工费就是大概200到250万之间。那我们第2期施工就是细部的装潢跟空间的设置，还有一些硬体设备，像是椅子或者是空调或者是一些像影音设备系统这些，那是摆在第2期的施工。那我们的总预算这样加起来是大概400万左右。那我们过去的收入，从去年到今年的结余，就是我们去年1整年的建堂奉献大概是30万，就是刚刚下面这个110年的建堂奉献是29万。那连109年我们累积的过去的是109万9394嘛，加起来就是目前总共有139万9010块，这是我们目前的建堂的经费。所以我们距离第1期的施工，我们还有蛮大的一段落差，所以我们也是有计划要先去跟那个新楼贷款，那我们就先盖，然后再募款，然后再还这样。那这一切都还在计划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最后期盼的目标就是希望透过众弟兄姐妹的爱心跟奉献，那教会信徒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起来服侍装备，我们可以自给自足，教会可以连结部落的文化、福音宣教，然后建立一个健康跟整全的教会。那最后就以上是我的建堂的报告。那谢谢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聆听。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谢谢金约教会的分享。那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回应我们的神。我们一同起立，一起来敬拜。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用喜悦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安然居住在你的殿中。主啊，求你祝福建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求你祝福金悦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你的爱当中彼此连结，在你的殿中居住。你的话这样子的引导我们说，众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啊，感谢你，你丰富的恩典够我们用。愿你祝福在今天的聚会每一个服侍者，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都同得着你满满的恩典。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唱最后一首《唔免惊》，我们一起拍手。那我们一起唱。哦，主，求你使用我。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我们一起大声说，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数字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都会有主同行，不害怕。我们要一起去传扬，每天和我们说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和我一起哦，哦哦哦哦哦哦，再一次，哦哦哦哦哦哦。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让我看到你们的手。每天，嘿，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我们一起说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大声说，哈利路亚！我们跟我们乐团一起跳起来。华语礼拜就到这边，那我们一起和我们的同工们一起请安。请坐。一起去享用我们的爱餐。那我们先请我们金悦教会的弟兄姐妹暂时留在座位上，好，稍微暂时留。